云中的月，半醒半梦，定海的人心头沉重。为你我心甘，为你我情愿，守你一生，予你一世人。啊，只爱你一人，我爱你这呢重，甘愿用生命来疼痛。啊，只爱你一人，你上我这。唱歌是一项艺术，听歌是一种趣味。今仔日是倒一位作词作曲家要来和咱开讲，蔡小虎。是啦，绝对无讲定当。这位台语的歌王，家己写、家己唱的作品，感情愈丰富、愈深入。要来听伊讲创作的过程进程，咱大声来听。由原伫台语歌坛真拍拼的歌手陈思安，讲起伊和蔡小虎两地人30冬，什么款深入的交情。我第一摆出国去演唱，是伊带我去的，去新加坡，是伊带我去新加坡演唱。啊，演唱完了，伊嘛感觉我，迄个时阵我已经还没真久无见面啦。结果伫咧新加坡遐，伊听到我的歌艺，伊就甲我讲：哦，是安尼，即摆愈唱愈好。敢有机会，你有想要去出唱片无？我讲什么意思？当然有机会好啊。伊讲安尼，我帮你介绍来豪记唱片。我讲哈，豪记唱片。敢会使？吼，伊就讲我讲就会使。啊，真正隔年，我就甲唱片公司见面签约。一直到即阵哦，大概我若见面的时阵，伊一定拢会讲：思安，我看卖，你有遐大箍无？你有瘦无？你有减肥无？吼，伊足甲我关心这，啊嘛拢会甲我若大概要出唱片进前，我嘛拢会甲我的歌曲互伊听，伊会甲我讲：这个所在安怎，迄个所在安怎，伊拢会甲我。学乐就学乐，啊，希望我修正的，伊嘛会甲我修正。伊对人的建议实在是拢是真好啦。啊，当然嘛是爱看每一个人的做法，吼，也是讲伊吸收。你若会当听，啊，马上有修正，伊就会感觉哦，做有成就感的。啊，伊若甲你讲过来摆，你搁安尼的时阵吼，伊会做想要搁甲你讲，但是搁惊伤着你的心，他自己就很纠结。那么，伊对伊的歌吼，伊对歌这个物件，伊是真正足在意的。我知影讲，伊迄阵咧出唱片的时阵，每一首歌老师下来的时阵，伊全部听完了，伊若感觉无适合伊的，伊会拍掉，伊会真正就是甲对方死。啊，咧练唱的时阵吼，伊若感觉讲，这字哦应该改什么音，可能搁较好，伊会改。吼啊，甚至伊会去说服原创者。伊会甲伊讲，即句应该安尼改即个词，啊，互我落去转，安尼会更较好听。所以我知影有几啊首大家脍炙人口的歌曲，其实拢是有经过伊改过了，才会是恁听到即个版本。啊，我搁来爆一个了，伊有一卡批袋啊，手歌袋啊，手提袋吼，迄是伊出道，互伊伊咧讲的对唱错几万箍啊，开始趁。对趁细条的到趁大条的，伊拢灌迄卡袋啊，迄卡袋啊，甲种看起来是已经旧凹旧臭啊，已经烂糊糊啊，伊阁会起去补，若该念的就会念，啊该补的补，迄卡袋啊，伊就是唔甘单调。足侪人拢讲好啊，迄会使卖用啊，你什么种包包无通去歹，无通去干，伊就是要保留迄个，甚至伊甲即摆还阁灌迄卡，因为伊讲即卡就是陪伊出道开始趁钱。伊得讲，互伊赚出侪钱，看过他整个的风光岁月吼，所以伊足唔甘甲这个物件，伊爱在个小物件，唔甘单调。小虎哥，阮拢足爱你的哦，啊你一定爱吼身体顾好，因为吼你是一代歌王，而且你的红足久，红袂退。
着迄粒伞，想起爸爸妈妈。早暗着塔山，天气渐渐寒，唔通下要双肩担，烦恼着爸爸妈妈。伊的囝儿虽然出外来打拼，总是会挂念爸母勤俭凊彩吃到饱，赶紧来打拼，认真搁打拼，唔免等好夜。早日转去故乡，家人友好，艰苦我唔惊。看着迄粒伞，想起爸爸妈妈。早暗着塔山，天气渐渐寒，唔通下要双肩担，烦恼着爸爸妈妈。伊的囝儿虽然出外来打拼，总是会挂念爸母勤俭凊彩吃到饱。来打拼，认真搁打拼，唔免等好夜。早日转去故乡，家人友好，艰苦我唔惊。伊的囝儿虽然出外来打拼，总是会挂念爸母勤俭凊彩吃到饱。赶紧来打拼，认真搁打拼，唔免等好夜。早日转去故乡，家人友好，艰苦我唔惊。小情小福的歌王，尤其也是真用心的写歌的作词作曲家蔡小虎。小虎哥，欢迎。郭经理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真欢喜今仔日会当来这当做主角安尼，会当互你访问。一直你拢是台语歌坛足侪人心肝内的主角。谢谢。啊，拄仔听思安姐咧讲，才知影讲你安尼遮秀丽，迄甲卡棒。我私人公了，我就好出来，在，他是打从心里面，他就还蛮了解我的。但是伊讲的这个话哈，是事实，但是呢，嘛袂当讲安尼是足好的代志啦。就是讲有些人并不领你这个情，但是思安他是从我带他去新加坡做秀，回来之后把他带进豪记，然后一张又一张的片子累积起来，到今天这样子，在秀场满场飞这样子，好阿妈甲以前的欠债拢还完啊，今仔日伊会当安尼，我嘛足欢喜。亲人伊是袂反背咱，所以你写的歌，和亲人的歌，故乡的父母嘛加倍用心的发挥，对无？虽然这首歌是轻快的节奏啦，但是嘛是我的心声啦。当初我伫买这卡包包的时阵，拄则思安讲这卡包包的时阵，大概就是我心所爱人第2张唱片发行的时阵，我有参加中视的美家宣慰侨包。迄阵我的小港已经3个楼透天的厝，还佫有180万的贷款，我还到迄阵才存90万。因为我出道我的秀场秀蛮多的，迄阵有工地秀，有庙会，有算讲
喜庆宴会，拢做做，一间有时啊拢2场3场，所以我曾经我2年我就买一间厝伫台北，而且还有存有一寡钱，就在那个时候我买了那个包包，那个包包我记得我买8000块，8000块用了30年，用30档啊，我都太旧换新。因为我找不跟他一样的东西，来让我舍弃这个东西，所以无论伊偌歹看，伊就是挂在我身边。我永远我就是爱这家地啊！我曾经捌伫新加坡机场外口放伫迄机场外口伫遐食薰的时阵，放伫迄玻璃窗底下，袂记得赶，袂记得赶。啊，毋加早有转来，有转来。已经去到饭店啊，佮去等来，到正等来找。佮曾经有一届伫我住的厝的楼骹拢乌多摆。我因为佮有换皮箱，佮有换迄个卡网，迄个卡网下底下内底有20-30万。我已经行到高铁啊，佮行到等来客，无人要插迄家底啊。迄家底迄阵啊20几年。这就是这个地的故事。不过大哥，听你咧讲吼，敢若这卡地啊吼，已经旧好旧臭啊。实在吼，我看到现场嘛无影呢。当时看来我也唔知啊，无影呢，还佫真新呢，真好看呢。因为这个袋子哈，他帮我编这样子，我感觉安尼做歹的，不过我嘛无法度已经编好啊。伊本来是皮拢裂开啊，这个也会有时候也会买烂去，佫家己画好就好啊。这个底下30年啊，这个底下在当时也是名牌的包包，所以我当初嘛买8000块的，但是伊陪我行过半生了。这是你表示你是孝敬的啦。而且差不多3年前疫情还未发生进前。我伫新加坡有买一卡LV 的袋子，较大卡，迄卡好代表12万。结果我回来，我看过一届呢，我就没关系啊。我迄个乔佑伊的助理啊，弘毅啊，我要去甲我可以用玻璃窗给裱起来。结果我讲拜托你卡底下嫌我挂这个挂没关系。这是我讲的第3个故事。我安怎找都找不会当代替这卡底下的物件，怎么找都找不到。我嘛不知道这是什么因素，我自己也搞不清楚。因为伊的真高底，嘛真好干，甲我真舒服。这内底是关你青春时的记忆，关你当成功的时阵，咱头拄仔咧听故乡的爸母。我当发挥当成功，要互阮的爸母原来有民主迄个时阵的心情，是偌济啊！我就是谈拄仔讲无完，就是我伫美加兄妹侨胞的时阵，刚好我得到一个消息，就是我入围最佳新人奖，我就当场就哭到稀里哗啦。我想要讲一个才是袂低歹的人，竟然会有这个成就，会有这个，我不要讲。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心内就想讲，我一直想讲等贷款还完，我才要来友好爸母。可是我那个时候马上发现我错了，别让当家你好业，你才要来友好爸母。那个时候我爸已经70岁了，70岁，所以我当机立断了，我就马上打电话给我妹妹。那个时候我谈到我过往起来，妹妹有在管理我这个经济。所以我马上我就靠我妹妹讲，从这个月开始，每个月给爸爸15000，给妈妈15000，固定20-30年从来没有间断过，包括这里，包括过年红包安尼。不过迄毋是干那钱呢，我阁知影讲，你头一摆入围金曲奖会当行星光大道，带爸爸去了无？有些人就是风流一世人。对某囝无照顾，但是我们爸爸还好，我们爸爸50岁就倒转来了。所以讲辛苦的是我妈妈，我妈妈生囡仔生真济，所以伊生完囡仔了后，伊就家己去溪仔边洗遐个污秽衣服，所以50几岁时，伊骨累都背不上来起来啊。
这是我做过来的对。对，这是我唔敢妈妈会上大的一个点，所以伊活到86岁，伫个60几岁的时阵，伊就已经无啥会惊啊。到尾啊，几乎拢坐入眠床，倒入眠床安尼，拢是阮大哥甲大嫂咧照顾，这是特别感谢阮大哥大嫂的一件代志。有一段时间，妈妈敢若对你，甲伊的相处，作风毋是讲甲伊谅解，而是讲原仔捌安尼甲你嫌过、念过，讲你较无法度体谅厝内人的心情，对无？毋过阮妈妈拢足听话呢，我妈拢足听话，啊是曾经就是我甲菲瑞一点的时间吼，迄段期间伊嘛是无甲我骂呢，我嘛是为身躯拢甲伊讹钱呢，啊所以迄段期间我只要无钱就找妈妈，无钱就找妈妈，吼还袂出到进前，啊袂滴吧袂甲咧亚线啊，啊就开始迄阵啊日本的卡拉 OK 引进来台湾，啊有升六降六，等于是一个音域的循环嘛，啊所以米索拉希巴里啊甲这个小林幸子啊、巴代雅纪啊，哦他们的歌。啊，四川小百合因的歌，我逐条拢会当找一个点来唱。那虽然是那个音乐的声音哦，拢变调去啊，但是咱嘛是赶快叫唱，因为喜欢唱嘛，喜欢唱，所以这个升六降六，这个升 key 降 key 这个机器引进来之后，真的我被迷上了。我起我拢会当唱这个查某歌，啊变成就可以完全发挥咱所有的日本歌。啊，我的歌艺嘛是伫迄阵精进不少，这是我用遐日本歌的这个技巧啊，可以来唱台语歌，所以我唱台语歌的方面吼，跟别人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发音点非常比别人多很多。将幸福送予你，都是命不敢放弃，无奈命运来冲击。ふるさとよ、ごめんね、ごめんね、あなた。等待幸福的花蕊若开，满满亲情，幸福送予你。离别的彼当时，要将幸福送予你。都是命不敢放弃，无奈命来冲击。ふるさとよ、ごめんね、ごめん。放袂记，等待幸福的花蕊若开，满满亲情，幸福送予你。ふるさとよ。
太幸福的花蕊若开，满满真情，幸福送予你。对歌曲的选择跟那个编曲选择、录音选择，我都蛮要求的啊。所以可能你像我这个唱，还是我自己创作那个稳音娱乐公司哦，第一张唱片，我这张唱片内底10首歌哈，我敢若有一首歌编曲编5改。是倒一首？雨中情，啊个今生一段情嘛是甲这个向仲伟老师啊，向仲伟老师已经去当神仙了哈，因为他跟何大哥他们2个是非常好的朋友。我们知因2个先人来小抓走，我们做唔甘的，就艰苦的。但是向仲伟老师伊为我这块片内底编曲编4首5首，拢是我的歌。拢是我的歌啊，而且拢是我写的歌啊，我要求做侪改，我感觉伊成也足好诶。我改要求这，要求迄，要求这，要求这个定来一改，个定用一改安尼，速度个定改一改安尼，伊嘛是拢照我的艺术来做，所以我觉得每一首歌我都很用心啊。当然，有些人可以看到我的用心，但是有些人他并不欣赏这种曲风，这是一定都会有的。啊，总是咱无摕出去跟人比看，嘛免会知影，搞是安尼。是毋是有一段时间你已经足无想要参加金曲奖？我已经足久无参加呢。我前迄届重缺了，我就一生只有你啊，迄偌久啊，20几年啊。一生只有你迄届是王世贤，啊甲洪荣宏甲我3个。那一次是我第6次入围，我心里是很有把握，因为我那首歌《一生只有你》那时候已经非常红了，而且卖的也非常好。那当然是他们2个的歌也是很不错，只是那个时代，对我那首歌有跳出来啊，做风行的，包括整个东南亚，包括中国大陆，弄做流行的对啊。所以我想讲，应该是没有问题啦，但是我就有一个性地歹影响到我这个金曲奖嘛是有关系的，因为当时他们金曲奖系列的那个节目要邀请我去上节目，我一概拒绝。我已经陪伴5届啊，名制作人黄建民老师有甲我讲一句话啦，讲若是干那要选好听，要选高唱的，安尼逐年都拢你对啊，安尼哪有意思？黄老师甲讲一句话，我想起来嘛是有影啦，因为每一个评审老师他们都用另外一个角度在听这些歌啦，因为我的歌拢较日本风啦，日本风比较多，但是其实你也渐渐以我出30几张唱片来看哈，我的歌其实我的歌很全面化，我买一张唱迄种有偏国语歌迄种 style 的歌，啊嘛有迄种足热门足紧的歌，只是无做电音尔，我今晚想要来尝试电音。所以其实我甲秀卿拢同款，我是全面性的歌手，就是讲什么歌拢会当唱。所以大哥，歌袂替你不服啊，讲到歌袂已经幸福咱啊。这句我那前天捌讲过了，我讲只有我没有拿到男演唱人奖啊，可是活得最久的是谁？就在台面上活得最久的是谁？这是我很自傲的地方。歌是咱在唱，啊，虽然我有甲歌唱了有较歹唱一点啊，你歌到我的嘴的自然变歹唱啊。
啊，顶回来开讲你都有讲啊，你拢会讲改啊，做客家来的 melody， 你若感觉安那拗安那转过较好听，你拢会甲人计较啊，愈唱愈有技巧，愈唱愈用心啊。其实迄首《请你那性命》哈，我也改了很多地方，不但是这个 melody 有改，佮兼词也改，上最重要的就是迄个轻轻摸着我心肝这两句，轻轻摸着我心肝。其实王尚宏老师是写什么呢？写什么？情深月圆心孤单。哦，来第一句我袂记哩啊，他是好像写诗词一样。我感觉这首歌的歌词头前是遐尼白话文。哦，声声叹，爱在心内，爱到心惊才知听。啊，形容到尾啊，副歌遐怎开始变种那个文言文的诗词？我感觉好奇怪哦，怎么会那么奇怪？我怎么改这轻轻摸着我心肝，轻轻摸着我心肝，我恨我疼，你那是命。这首歌。就我感觉上介重要的就是迄两句。啊，咱头拄仔咧讲幸福送互你，我所在规条歌词拢你改。我当初是张景华老师，等于是我这世人上大的贵人，上重要的贵人。硬拜托我一定要进豪记，不管头家甲我压价小压到偌低，伊讲叫我试看卖，一届就好啊，一张就好啊。结果就从此跟豪记结缘20几年。伫这个开会的时阵啊，所以每一届我一定爱头家，头家囝，甲制作老师三个做伙开会。一开始是拢是张景华老师，到尾啊改做江志峰。那么伫幸福送互你，就是已经是我伫豪记是尾声上尾张啊。阮三个听完这首歌的时阵阮三个同时眼色都相对看，三个人讲出来的话都一模一样。melody老落来，歌词总改，因为歌词写得不好，廖伟智老师拍谁啊？拍谁？因为那个时候廖伟智老师尝试制作还没有说很长的时间。照我所知影，廖伟智是黄建民的徒弟。伊迄阵开始制作，开始写歌，有些歌也写得不错了。坦白讲，但是这首歌呢，没有你就水，阮三个拢一致赞同，没有你就水，但是歌词中嘛。老师，你头拄仔咧讲，江志峰老师嘛就伫遐，头家伊嘛就伫遐，那调甲你来改？我家己开嘴。我家己开始讲，这首歌我来写，因为我介意伊的 melody。你讲我要特别写好倒一个对象，那会去想这个日本的词加入去。因为那个时候很流行这种曲风，很流行啊，所以头家要求我内底爱加日本语。我认为我这首歌成功的所在就是歌名，每一个人拢足娱乐足介意的，因为谁不喜欢这句话？对不对？所以就是我当初要离开豪记进前想尾啊张，他是完全没有做宣传，是零宣传。但是这首歌跳出来了，因为无偌久就开始流行了，所以这嘛是我感觉真欢喜的代志。秋雨暝，冷冷心稀微，不知是何时，不知过几年。往事
你，奈何长烟字，红尘情梦，手烟花，花开花谢，日轮回，风风雨是非背，哪堪回首，情爱做。秋雨暝，冷冷心稀微，不知是何时，不知过几暝，一暝又一往事随风吹，烟消云散里，奈何长烟字，红尘情梦，手烟花。花开花谢，日轮回，风风雨是非背，哪堪回首，情爱做。风风雨是非背，秋风秋。手烟花，2018年蔡小虎家己制作规底专辑内底写5条歌，个连作曲作词一条拢总等于6条嘢唱的这个专辑，其中一曲《秋烟花》，小虎兄嘛甲咱讲，过去拢毋捌有这款的曲风，是安怎样去找到这条歌？那个时候哈，其实10首歌拢录好啊，10首歌录好啊，但是我迄天就甲我的助理，阮两个伫伫外口伫朋友的厝外口咧食饭，吼，伫咧厨房的外口咧食饭，我就甲伊讲，我足想要爱有一首安尼轻轻柔柔的安尼啊，可以表现出唱功的歌曲，好啊，有别于那个演歌的那个曲风，我好想有这样的一个首歌。结果刚几首歌点入来，都一模一样，就是我要的那个感觉。邱元辉就刚好符合我当时的心境，就是很想要唱这种歌。但是我去了邱元辉的时阵，我有改没有理改一两个所在。好啊，上改重要的就是上尾迄句。秋风秋雨秋烟花，把它往上唱这样子，啊，无伊本来是让它加落去，遐就结束了。啊，我给它加迄句落去，啊，所以头前有某小部分我有给改音，哦，但是那一首歌我很喜欢，非常喜欢，喜欢到把它拿来当第二波主打，因为第一波主打是我自己写的《金星一段情》。金星一段情，一直到录完音、表演
个录影，唱几届过了吼，我愈唱愈惊，愈唱愈惊，我感觉有够歹唱的啦。第一个迄关音吼，关音、假音啊，大跳音吼，啊个一长音，啊个爱得爱唱假音的哦，有些真的是太累的时候，或是说唱了有卡已经较忝的嗓子的时阵，那个假音会唱不好，这就是我惊的所在。连家己写的歌，家己就惊，你也想。我一摆含你两个共台，你安尼唱完行出来讲，我家己写的歌，哪会写甲遮歹唱？感慨噶。其实张老师伊有甲我改音，有甲我改过。我录音的时阵，家己搁唱得转来。你敢袂当小甲阮讲一下，讲这条歌，你为虾米会写甲遮尔讲究，甚至讲写甲遮尔细出力？有些歌曲灵感一来吼，有的拢20分钟就好啊，有的30分钟就好啊。你像邂逅酒场，我20分钟就写好啊。因为小虎酒厂是，而且哈，我认真的程度是安尼，比如讲，本来那个江淑芬老师他已经写好这个 melody， 对不对？然后我要签落去的时阵，是你听的，是我咧写的时阵哦，我都爱改唱，唱看，那灯无上来哈，是不是速度太快了？所以我总随叫录音师先把我速度给我减慢落来，果然没错，因为我灯音盖侪啊，所以那个点刚好就是要转音的地方，我都老空白就是要灯音的所在，但是我灯袂顺呐，灯袂顺我就发觉讲啊速度的问题。伤紧啊，所以我说叫录音师给我改速度了，唱出来的 OK 啊。啊，大家嘛拢足介意，因为你特别家己写歌词，写家己的过程，搁写足侪足趣味的话伫内底。迄小火酒场内底是有六首我的歌伫内底，歌名内底。我讲的唱足侪足趣味的，所以拥护你支持的人，拢介意这条歌嘛。真侪人介意的，真侪人介意啊，因为这是特殊的这个写词的方法啦。哦，我突然间有一种灵感嘛，这是嘛是突如其来啊，真正。本来我已经甲江志峰老师讲，歹势我写袂出来啊，写袂出来，改讲过就改啊。结果雄雄迄暝写出来20分钟写好，我讲老师我写好啊呢，伊说面转火去，因为我已经改讲过就改，讲我写袂出来啊。啊，那你头拄仔咧讲，今生一段情的写遮久。今生一段情，我有改。歌词有改过一几落改，啊melody嘛一直慢慢咧唱，慢慢唱安尼吼，嘛唱足侪改，唱足侪改，家己嘛录音的时候，我嘛家己感觉讲，还有一个地方没有录好。伤心的人，我感觉注定孤单这个地方哈，我发现哦，我当初是换开换一概念，但是我唱完录完音之后呢，我发现我把它分成3次的啊是会比2次比好听。我感觉注定孤单停下那边顿下来的话，会比没有停好听。这是我的感觉啦啊！但是写这个大跳音实在是也是很难呐。我做爱挑战那种高难度的歌演歌啦，是这样子。所以这首歌写出来真正有较难，佮兼有假音，唱到尾我家己出来惊。所以我这个我家己本身我不爱唱，我想要介绍一个，我觉得有一次上通告的时候，他选我这首歌唱。然后我心里真的赞叹，真的唱得很好。一段情藏伫心肝，表面上假甲真好看，阴缘线
像海上无芳，找无苦花，苦阮的人，伤心的人，我甘定注定孤单。用烧酒来作伴，甘愿醉死，莫甘苦我。一段情，藏伫心肝，表面上假甲真好看，因缘线倒几路段，已经找无心内我，无待联络。心酸甲风，我亲像海上无芳，找无苦花，苦阮的人，伤心的人，我甘定注定孤单。用烧酒来作伴。甘愿醉死，莫甘苦我。苦阮的人，伤心的人，我甘定注定孤单。用烧酒来作伴。甘愿醉死，莫甘苦我。用烧酒来作伴，甘愿醉死，莫甘苦我。今生这段情，这条歌，敢有啥物款特殊的意义？你爱下这么侪心情来写？因为伊是我头一届做用心的把全部从头到尾的曲都是我自己用哼的哼出来的啊，所以，我希望说这首歌能够当作是我在后期的那个代表作啊，但是我照安尼甲看起来吼，有可能邱元辉下个以后会超过今生一段情。有些我会像那个比如说有一些我喜欢的作曲老师邀歌，我拜托伊先写曲给我，吼啊，给我紧，啊，我有经像住在台中的黄文龙老师，好，他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作词作曲老师，然后我会跟他邀曲。所以伊的歌内底，我有写出几落首，就是一首《爱你到老》，一首《醉生梦死》，一首《你搁较无情》。我有真侪歌吼，拢是伫咧后壁面的，所以真侪人唔知影。尤其是首男女对唱的，我是咧看阮妈妈伫要过往的时阵，啊，阮爸爸，你也知影，我很多有讲，阮爸爸较早风流嘛。啊，阮妈妈较辛苦，较辛苦。阮7个兄弟姐妹，阮妈妈生10个，3个拍算去。阮7个兄弟姐妹拢做友好的，拢无计较阮爸爸以前的风流，啊，甲阮妈妈放咧厝的。阮妈妈一样辛苦带7个囡仔，啊，所以阮爸爸回来了，我们兄弟姐妹拢
赶快对爸爸妈妈拢赶快友好。当然是在后半辈子，我有看到是阮爸爸咧照顾阮妈妈，妈妈较不良于行嘛吼，啊袂行嘛，啊在坐伫眠床啊，就是爸爸咧照顾伊，啊这一点让我们今日是谁拢足感动的，啊所以伫妈妈要过往的迄个时阵，阮爸爸手给干的，叫妈妈的名叫叶啊，因为妈妈姓李名武。宇宙的宇，哦，叫药啊，啊，你有听下无？药啊，手该干呢。看到这个画面，我就想着讲，我要用。这个写一首歌，卖讲这个，所以我写一首叫做《情牵7,000年》。我有看到我爸爸搞妈妈的手牵的，叫妈妈的名叫古罗星安尼。那时候我妈已经快要断气了。我本来是写情牵70年，但是制作老师曾庆华老师伊就甲我讲，啊要写70年，规矩写7000年啊。所以情牵7000年，敢若有一点仔较夸张。我很多个听一届，我跟黄诗婷合唱的，其实也蛮好听的。那为什么没有流行？我也不知道。现在显然还无流行。足爱的歌有当着啊，唔知什么原因无流行。咱足爱的人有当着嘛，唔知什么原因无留伫咱的身躯边。大哥看到爸爸妈妈这个过程，行到这，你写遐尼济、遐尼济情歌的歌词，大哥敢会有时会想讲，那安尼到这当中，无迄个足好的缘分。他们有时还想得这样，为什么我一生出来我就这么重感情？为什么有的人就是把感情看得那么淡薄？所以我嘛有写一首歌叫《重感情》，其实那个也是我的心情写照，虽然是无红啊，不过当初伫这个听讲伫那个时啊。是酒家请红首歌《重感情》，跟我的对感情的看法嘛是接近啦，因为我嘛是非常重感情，所以今日看好像情路很坎坷啊那样，这是无讲无人知影，讲互知影要创啊。咱就算莫讲感情，讲咱对朋友的用心，有当着啊。嘛会变做一场空的时阵嘛，真济。我对家人也是很用心，真的是，这是一定要的，哦，对家人是一定要的，但是对朋友我嘛是真好，对朋友真好，所以常常会有觉得被背叛的那种感觉，我会很难过，我甚至有被一个人背叛，我1个月没有办法吃，没有办法睡。无食无袂困，袂食袂困，明明腰甲冻袂掉，足艰苦的，一直讲叫我助理讲啊，红你去买甲我买一个饭，我腰甲足艰苦的，结果迄个便当是我爱食的便当哦，等来我食2喙，我食袂落。都敢若赢尔，我都困，我都食，1个月我都3-17公斤。做务遮尔济人的反背，到这当阵，你还阁拢肯要牵心人。肯要互人机会，亲像咱头拄仔咧讲，吴永斌，即马你一直足较注重，想要互伊机会的新人，是安尼到即马拢还阁无失望咧。咱家己创造机会互伊，吼，但是后壁才可以家己拍拼。吼啊，当然你若拢无互伊即个机会，伊就完全拢，就无法度互家牵一步入来，伊就无法度有后壁。好啊，这步是咱需要做的，就是讲，伫这个界，
我扮演这个角色扮演很久很多。我李豪记，当老板需要哪一个歌手需要我给带通告的时候，他就会安排跟我一起出片。我一进豪记，我就第一个带的就是林珊，来的是尬给我配合。阿金嘛来张荣荣、黄思婷，他们都是跟我一度几乎差不多3张5张片子都一起出片，然后我们一起改传熊通歌。上盖我印象深刻的是林珊讲得好啊，还有张荣荣一起唱那个戏，但是也让他异军突起。我带他上通告的时候，我跟他对唱，他一起惊，也一直唱，一直跳，一直唱，一直跳。我会怎一直看，看到边安尼看，也惊嘛。可是现在他也淡出了，但是他仍然还是一样有那个知名度在。拢一直咧对人好，到即嘛，还搁咧鼓励少年家。永斌是，我觉得有点无菜啊，有点无菜就是讲，人是算讲伊唯一的缺点就是无够大汉。可是也不矮啊，缘投，少年，歌唱得好，为什么他成就就是这样子而已？是不是没有碰到机会？他曾经有过出道的时候有过一首歌，有一点红，但是不好顾的歌用淹没掉了。我是刚刚讲有缘，我对伊有缘，你像。钟镇凯，钟镇凯我嘛给他塞真大个，还有蔡嘉玲，我马上给他塞真大个，那往后修行就在你们个人了，对不对？我尽力啊，思安就是成功的一个例子，不但已经无悔了，但是他还是很认真，他到目前为止他的歌艺、他的唱功还是了得。咱翻头来甲想一下，写歌作词包含讲作曲，这么多条作品，你安尼。拣一条讲，会当代表你的心情，现主是这个时阵的心情。其实我有一首歌，我家己出家的，但是伊无红。这是我甲黄文龙老师讨的曲。我这首歌，我会记得我写完的时阵。我伫日本，即电车内底，无位头啊坐，但是我徛伫迄种迄火车跟电车之间是毋是还有一个通道对吧？我徛伫遐唱，我唱了就好，我就介意，因为它高很高，低很低，13度的歌曲不好唱，但是我很满意那首歌的词。就是爱你到老。天下有算袂尽的歌迷，甲国情同款，阮拢会爱你到老。谢谢。诚意甲你表达，阮遮尔济歌迷，拢要做你的知音，你还阁写歌，爱阁伫歌坛大发挥。我邀请蔡小虎大哥伫咱心所爱歌镜头头前，引导互阮流传的手印。今仔日是以作词作曲家的身份，阮来表示对你的致敬。大哥，请。其实我嘛足感谢国情华这个机会我嘛感谢咱公司心所爱歌这个制作团队给我这个机会，真说讲坦白的，一个歌手要甲伊心内的话讲遮济出来是真难得的，真正足感谢，尽在不言中，尽在不言中。毋是干那唱歌真心，写歌嘛遮尔真心，甘愿醉死莫阁活，因为面对人生，伊就是遮尔啊重感情。感谢，感谢咱的心肝内真真正正的金曲的歌王蔡小虎，也是真正互咱足感动的名作词作曲家来甲咱开讲。大哥多谢，多谢国情华这个机会，谢谢。心所爱歌下回再过来开讲，多谢大哥多谢。